这是点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新一期的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庄马。为了增进汉藏两族间的彼此了解，增进共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呢，近年来在全球各地不断的呼吁建立汉藏友好协会，加强两族间的友好关系。对此呢，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也从2009年开始，在华人居住较多的欧洲、北美洲以及澳洲3个代表处特别设立了华人联络官，以加深与华人社区的交流和互动。那么在今天的访谈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了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龚哲西先生。和驻瑞士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罗萨尼姆拉，还有我们的驻澳洲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葛赞金赞先生。对，同3位嘉宾呢一起分享和讨论有关于他们的工作经验和成果，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首先分别感谢3位嘉宾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谢谢。首先，请3位代表从你们各自的角度分别谈谈，藏人行政中央从2009年开始在3个驻外机构设立华人联络官的作用，以及华人联络官的责任又是什么呢？能否每人给予2分钟的时间，大概的阐述一下？题目很重要。从2008年底到2009年，设立那个华人事务联络官，那它的主要作用跟它的主要任务是，跟在我们当地的汉人朋友之间，我们必须要互相分享一些关于西藏的问题，还有我们要对于他们呢阐述我们的政策立场，西藏境内的情况，以及流亡藏人社会里面的一些情况。当然，因为每个华人的兴趣不同。因为他出生长大的生活环境不同，所以他们对于问题的兴趣也有不同。但是总的来说，华人事务联络官的这个作用跟那个工作呢，非常的重要。因为那么多的汉人里面，我们如何讲解他们西藏的真实情况，这就是最重要的目标和那个工作的作用。谢谢，请罗萨尼拉。介于这个设立华人事务联络官，以及是加强汉藏之间的这种交流。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汉藏之间从历史上存在的这种隔阂，尤其是2008年汉藏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就是说呢，彼此的这种就是说呢，不信任和彼此出现了一个就是说呢，在近代这个历史上来讲的话，一个是彼此民族之间在某一个政治的这个运动下。造成了这个彼此之间，就是说呢，在历史上或者是现在的这种信仰或者文化上的一个，就是说呢，彼此的一种隔阂。那么这种隔阂需要就是我们去从就是汉藏的民间和各个层次，就是各界人士进行具体的去交流，细致的交流。因为尊者达赖喇嘛说过，汉人和藏人永远是邻居，这是永远改变不了的事实。那么尊者达赖喇嘛出于汉藏人民之间必须要真正的，就是说呢，从各自的，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中间道路、双赢的角度去考虑和面对这个就是汉藏之间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就是积极的就筹备这些，就是说呢，相应的这种机构和组织以及人员。那么这是为了将来更进一步的提高这一方面的这个，就是说呢。信任度。我们认为西藏问题必须要跟广大的中国华人，让他们真正的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那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真正的诉求，那才有最终解决西藏问题的可能。那现在的现实是，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它有很多歪曲的解释，对我们提出的中间道路，包括达赖喇嘛提出的真诚的那种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他们做出许多欺骗性的宣传。那我们站在行政中央认为，唯有让广大的中国人知道这些真相，相互彼此了解，增进互信，那最终能够促成西藏问题的解决。这是在海外
华人较多的地方建立华人联络官，以及我们工作重心从以前的藏中和谈，官方与官方之间的这种交流或者是这种接触，怎么讲呢？就这种接触以及没有以后，那与广大的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变成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我们相信这个工作我们应该持续的开展下去，对解决西藏问题应该会起到一些比较好的作用。谢谢。那么在这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啊，3位代表同各自所在地的华人进行常年的接触和互动的过程中，你们认为就是设立华人事务联络处，对通过中间道路政策解决西藏问题起着多大的影响呢？首先，请罗森你来谈谈。这个最起码就是说呢，可以增加汉族就是人民与藏族人民之间的就是说呢信任。就是彼此在不必要的这种，就是说呢，对这个历史或者政治这种，就是说呢，不是很确切的了解的情况下，以及对某个事件，就是说呢，存在一种不客观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必须要继续的，就是说呢，进行互相的交流。这样交流的层面，我们是现在主要的注重放在是民间，那么。也有各界的这种汉人，就是他们的各界各行各业的人士。那么，基于这个角度，因为这个未来不管是什么时代或者什么样一个政治的这个发展前景，人民是主导。所以说呢，汉藏人民之间，为了就是朝前看，因为尊者讲历史已经是历史了，我们应该朝前发展。那么，本着朝前看的发展，我们必须要积极的。对任何一个可能发生汉人和藏人不信任，或者说更加的这种仇恨的这种，就是说呢，这种一种趋势的话，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之前进行细致的交流，彼此互相增进了解。那么这对于汉藏民族之间处理这个民族问题和这种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说呢机会和就是运作方式。谢谢，我想听听格桑金三对此的意见。对，我们认为，中间道路政策的提出，为藏汉间的这种接触交流打开了大门。因为中国政府对主权意识它非常敏感，那他提出除了独立以外，什么都可以谈。那因为我们从70几年开始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很多准备，因此，一旦中国政府提出这样的政策，马上就有了。中国跟西藏政府之间的这种相互间的这种交流，这种交流为以后更扩大汉藏民族间的这种交流，我们认为打开了非常方便的渠道。原则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不应该纠缠在具体的这些细节里面。因此呢，我们认为中间道路政策的制定，为我们不管两个民族，不管从文化、宗教、经济，或者说相互谈及各方面。为了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方便，因此我们在外的工作经验里面也有了这样的一个共识，因此呢，跟对方接触起来也都比较方便。如果我们纠缠在历史的地位里面，一味的大家都固执的坚持自己的立场，那我们不可能有这种相互和谈或者说相互交流、相互做朋友的这种可能。因此，我们认为中间道路政策的这种拓展。越来越会受到包括中国大陆民众在内的广大中国民众的支持。是的，谢谢。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龚哥这些来回答一下。那么在日常的宣传工作中，3位代表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然后针对这一困难，3位代表又是怎样的去克服呢？请龚哥来回答一下。我担任这个职务至今已经有8、9年的时间嘛，所以在我的主要范围是在北美地区，当然北美地区里面也包括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所以我们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现在比较兴奋的是，在北美地区已经有了很多的那个汉人朋友，这些汉人朋友对于我们呢给予大力的支持。那给大力支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因为中间道路的主要思想。同时，我们也强调，因为我们提出这个政策的时候呢，并不是表示西藏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这整个来龙去脉跟他们做解释的时候，很多华人都可以接受。
但是我们在推动的过程当中所面临的面临的一些有很多问题，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在因为那个中国政府长期做了洗脑工作的原因，很多年轻人他们不关心西藏问题，甚至他们不了解目前在西藏境内以及从1949年到现在西藏境内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他们都不去关心，因为他们的骨子里面只有2个问题。他们说中央政府在西藏拨了几亿的人民币，那西藏人民为什么还在闹？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不怪他们，因为他们不了解，所以我们要面对年轻人的时候，这个工作呢，因为长期洗脑的原因，他们脑子里面都是政府的宣传，没有真实的情况，所以这个面对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也要加强的部分跟年轻一代。所以现在我们北美地区除了华人事务之外，我们一直在加强跟年轻人的了解，因为中国未来属于是年轻人，并不是现代的官员，所以这个年轻人目标我们要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必须再加强。谢谢。那么由于所在地区的不同，我相信2位代表也在这方面是有不一定的观点的。对此，想请2位代表分别谈一下。我们也几乎也是7、8年的这个工作经历。那么刚开始就是汉人跟我们接触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总是戴着一个有色眼镜。再一个就是大部分汉人是被中共当局给洗脑了，所以说呢，他们对西藏的认识只是中共宣传媒体里头的那个结果。因此呢，他们跟我们接触的时候总是畏首畏尾，而且是有一些不信任。那么经过我们的努力，就是从点到线，对一个一个汉人和一个一个的，就是说呢，知识分子、学生、商人等进行细致的去讲解，这样呢，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有真正的就是说呢，实质性的真理存在，因为真理握在我们的手里。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不需去杜撰什么历史事件，也不需去杜撰一些谎言。因此呢，就我们有把握跟他们进行这种就是坦诚的交流。在交流的当中呢，现在几乎就是说呢，在这个境外的这些汉人，他们通过媒体，通过我们的努力，以及通过普通藏人的这种就是互动，他们对西藏的问题是有一定的认识，因为他们毕竟是眼界还是开阔的，所以说呢，他们在眼界和听和思维方面，在介于这个境外的民主社会呢，他们不会得到束缚。那么在境内的这个汉人的话，还是相对的，信息闭塞，就是各种渠道是被封闭了。再一个，强加了各种就是说呢政治压力，因此呢，他们对于这个西藏的问题的话，就是说呢看法虽然就是说呢存在一种怀疑的态度，但是呢，他只要经过一个渠道，他们总是会得到一个结果。所以说呢，这个工作是比较困难，但是呢，我们有信心。为什么呢？这是决定了这藏人和汉人这2个大民族之间，就是未来如何的和睦的相处，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因此，我们觉得不管他再辛苦，我们觉得他有去奋斗的一个价值。所以说呢，现在就是说呢，对于这个华人事务方面，我觉得我们在这一方面还应该继续加强，继续提供各种有利的条件。也希望这些海外的华人，本着他们也想解决汉藏之间问题的这个，就是说呢思维，提供更好的、更有利的这种支持。好，谢谢。可像健三对此有什么需要补充到的吗？我认为虽然我们所处的地方不一样，但是呢，针对华人的情况也大体相致，都一样。那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应该从3个方面可以做个概括。第一个，大陆的民众对西藏问题的认知还停留在以前文化大革命时期对西藏的这种4个罪吧，就说最愚昧啊，就是共产党因为要解放我们，所以应该给我们投资这么多钱，你们不感恩，因为他还停留在这个阶段，对西藏问题一点都不认知。第一个，第二个，海外的华人，他们又认为，共产党他根本不讲法律，你中间道路通过中国的法律诉求解决，他认为是对牛弹琴，不会获得成果。当然，这些都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去解释。
那第三个，由于现在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当政，他对西藏问题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政策，很多华人他又处于一种观望状态，他又害怕，跟那个达赖集团或者说分裂势力在勾结，会对他的家人或者说对他的生意、对他的事业，造成危害，因此呢，处于一种就是不敢接触的这种阶段，认为呢现在应该有这样3个最大的挑战。那这种挑战其实我们认为，不可怕，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工作，通过这种对他们的接触，那可以消除很多误解。当然，这个工作量呢是很大的，仅仅聘3个就说华人事务联络官的这种时间能力肯定是不够的。但好在现在我们藏人是倾其全力在做这个工作，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华人能够明白，我们这边所做的这些事。如果你一味的抱着死旧的这种思维，认为你中国强大，当然我们都希望中国强大，中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呢，你认为对待少数民族完全也可以用武力镇压、强权镇压的方式能够解决西藏问题，我们认为这种思维是错误的。谢谢。那么按照这么说，根据目前藏汉交流的成果来分析，那么在接下来的10年、20年或者是50年后，3位代表认为汉藏之间的这个交流成果会走向怎样的一个平台呢？一个程度？对此有何意见呢？我对今后，比如说你刚刚提了10年、20年，那10年、21年以后，我们可能是退休，但是这个工作是继续要下去。所以，这一次那个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为什么要再一次召开第5次那个华人事务工作，也是基于这个目的。因为以后我们走了之后，我们继续要培养其他的人才，继续推动这个事情。所以过了20年、50年之后，我相信汉藏之间的那种隔阂会越来越缩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主要不是为了藏族，而且我们也是为了汉人好。刚刚罗桑你们谈到，今后我们邻居这个事实是不变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继续往这个既定的政策走的话，今后的汉藏关系一定会往好的方面发展。这就是达赖喇嘛尊者为什么要提出跟汉人必须要建立友好关系的主要原因。所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变化，今后中国这个社会稍微开放了，稍微透明度了，我相信境内的那个汉族人民，他们可以接受我们的中间道路政策，他们就继续去了解达赖喇嘛尊者是可以利益中国的这么一个伟大的领袖，所以我抱着乐观的态度。是的，谢谢。因为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所以也想也想听听2位代表对此的看法。我想就是说呢，刚才格萨拉讲过，习近平先生现在对西藏的这个就是这个方针或者是政治的这个路线还是不很明朗。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说呢，我认为这个习近平先生出生于中国西部，也近乎是中国历代最发达的朝代唐朝的这个范围内。那么唐朝以雍容华贵、包容、开放、多样性的这个就是说呢，当时的这个国风，就是他的这个国风，屹立于当时的这个世界。所以说呢，我也希望习近平先生继承他祖宗的这种思维，我想他肯定会有这种思维和这种就是魄力。因此呢，如果想成为一个就是说呢负责任的大国，以及是一个就是说呢让世界尊重的一个就是说呢这个国家，那他应该就是说呢，最起码他应该在这个国度里头，让各个民族、各个人民，让他得到他应有的尊严和信仰，以及是他文化上的一种多样性的发展。因此呢，我觉得话，习近平先生肯定不像老一辈的保守的这些领导人，我估计的话，他会有这种魄力，这是我的一种预测。至于将来如何，我们想，我们藏人这一方面永远是带着一个洁白的哈达班的心。那么，我们想用这种洁白的哈达班的心，可以去让所有的仇恨隔阂清洗的干净，让它纯洁。所以说呢，
我们有这种信心，我们3位也经常基于这个事情互相的交流。是的，谢谢。桑娜有吗？我们都知道，今天正在召开中国19大，那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北京，都在期望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以后会走向什么样的一个政治制度。那我们也才刚刚开过550短期、长期战略规划，可以说明，因为我们这边也做好了一切准备，因为我们是一个民族的一个追求一个民族自由的一个斗争，那这种斗争。需要靠1代2代人要坚持下去，这些我们也在正在做准备。但是呢，我们还在寄希望于整个中国时局的改变。那习近平过去5年的执政里面，尊者达赖喇嘛，包括我们这边，都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我们也希望我们尊者达赖喇嘛发出的善意，能够对中国政府起到一些好的作用。那我们都不希望中国往最坏的方向发展。因此呢，我们的这种现在所实行的这些工作，现在虽然有一定的挑战，或者说有一些的困难，但是呢，现在是网络时代，中国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真相都能像以前一样可以屏蔽，因此广大的民众也会越来越知道这种真相。那在这样的一些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也会随着他的这种怎么讲呢，年龄，包括这种刚才那个罗桑尼玛所讲的。中国曾经像唐朝这样的一个包容的一个，所以他讲的是自信嘛，4个自信，3个自信。我们希望中国真的有自信，那一点就像我们达兰萨拉可以收看中国的19大，包括西藏电视台或者说中央电视台，我们在达兰萨拉有自信的可以各民众可以看一样。我们也希望北京有自信，能够让他的民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谢谢。我补充一句啊。好，可以，您讲。如果西藏问题解决了，我身为一个藏人，解决以后，今后西藏佛教文化，达赖喇嘛尊者的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给予很大的贡献。诚如习近平所说，要真正复兴中华文化，佛教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对，因此达赖喇嘛现在是国际的精神领袖，所以今后现在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是那个腐败的现象，道德正在下滑。所以要拯救这个问题，只有一颗药，就是精神领域。那精神领域方面，如果现在我们去找的话，只有达赖喇嘛尊者给予贡献。所以这是藏人方面可以在精神领域里面对中国做出很大的贡献。对，是的，谢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访谈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再次感谢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贡格哲西拉，以及驻瑞士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罗桑尼姆拉，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格赞坚赞先生，在百忙之中呢抽空时间和我们一起分享和讨论有关于他们的工作经验和成果。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期的专访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嘞。